是银行的行员，涉嫌甲诈骗集团来勾结。新北地检署侦办着电信诈欺的案件，意外来发现着联邦银行有无正常的交易，深入来追查，发现类似的记录，经手的拢是同一个经理。检警暂时分析的线路，到总行甲分行来搜索，约谈着7个被告，依照着洗钱甲银行法，甲这个经理甲一个行员申请收押禁见。另外5个人分别以5万到10万块交保候团。为什么要跟诈骗集团有关系？会不会觉得无端被整入？核实了交保对案情拢无加讲，这拢是联邦银行行员以涉嫌做诈骗集团的内应，沦为洗钱共犯，被搜索约谈。就还没开门的时候啊，3个押了他来，1个多小时还又押来一个刑警啊，放在柜台那边在摄影啊，楼上也有摄影啊。检警并分4路同步搜索伫联邦银行总行甲中校分行处理交易凭证，台北甲通化分行。除了查考电子交易记录，也有手机甲电脑文件。因为检警伫侦办另外一件电信的诈欺案，发现联邦银行有无正常的交易。因为一般约定转销一摆袂使超过200万，一天上加300万，非约定的一天限额3万块。行员涉嫌配合干部的权限提供转销的金额，为几倍到几十倍拢有，帮助诈骗集团洗钱，前后金额有几啊千万。一般这种案件呢，可能会涉及的就是内控制度有所缺失。在相关银行法的法律规定里面，它的罚则是从200万到5000万。检警怀疑讲，通化分行的经理甲行员以主导的地位，结果发包涉嫌违反银行法、刑法加重诈欺甲洗钱防治法。联邦银行第一时间发布重要的消息，配合调查，无影响财务营运正常。不过银行是经手大家血汗钱，对这个品牌公信力依然受到真大影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